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4篇，耶利米书第17章20到27节，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谴责虚伪。许多基督徒的车子在后面喜欢贴着鱼，那无论是有人贴这个希腊文的缩写，或是用英文写着 Jesus， 或者是纯粹着一个鱼的形状的，他们好像要透过这个符号来表达我就是基督徒。事实上，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然而，在实际的生活上面，是否能够真如那个贴在车子后面的鱼所应该要表达的呢？特别当我们遇到这个连续的假日塞车的高速公路上面，我们大概就可以略知一二。很多时候，很多这个后面贴着鱼的驾驶者，也跟普通人一样，为了赶时间，违规走路肩，或是不按规矩来开车呢。其实这样的情形还蛮常见到的。很多人也喜欢穿着有基督徒字样的衣服，或是那种 T 恤。有些人还会写着唯有基督。或许这样可以说是一个改革中信仰的5个唯独之一，唯独基督之影响。也或许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目标跟提醒。但是牧师还是要提醒的是说，如果在生活上面我们无法表现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的话，那么穿这样的衣服，穿贴着鱼的车子，就成了信仰上的虚伪了。以色列人每提到上帝的救恩，然后就被要求要遵行上帝的诫命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喜欢表达我们都愿意遵行上帝的诫命。他们常常讲这句话，就如同当时候约书亚在他的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了。他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就要以色列人做选择，来做决定。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回复说，我们永远不离弃上主去侍奉别的神。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24章16节。真的吗？然而这一群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都去敬拜了偶像，离开了上帝，不是吗？这样的宣誓，这样的誓约，就成了一个虚伪的信仰象征。这是违背上帝的。这样的人对人会是忠诚的吗？当然是不会的。耶利米这样记载，耶路撒冷啊，看吧，敌人从北方来了，托你看顾，你所夸耀的人民在哪里？你一向认为是盟友的，进来征服你了，统治你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你要像产妇阵痛一样的痛苦。以色列人在面对强敌包围的情况之下，他们没有选择坚持跟随上帝，却在2大强国之间来游走，
我们说骑墙的政治立场常常出现，一下子依靠北方的势力，一下子选择来跟埃及妥协。今天的经文耶利米这样提到，你一向认为是盟友的，进来征服你，统治你。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责备了以色列人的不忠诚，也提到了他们以为是盟友可以来解救他们的、帮助他们的，却是虚伪的，因为他们就是虚伪的，因为这些国家就是要来征服他们的。先知提醒了以色列人，也责备了他们的虚伪。圣经这样说道：如果你想知道你为什么遭遇这灾难，为什么衣服被撕破、被强暴，这是你可恶的罪招来的。黑皮肤的人能改变他的肤色吗？花豹能除掉他的斑点吗？如果能，这惯做坏事的人也会行善的。先知不但这样子责备提醒，也预告了上帝对这些虚伪信仰的人之惩罚，说道：因此上帝要赶走你，好像旷野的风吹走麦秸。他说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，羞辱你。他们看见你所做他所憎恨的事情，他看见你在山上和田野间跟踪异教的神明，像是荒淫无耻的女人追逐情郎。耶路撒冷人啊，你们惨了！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自洁呢？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，也提醒了对于那些虚伪不实的事情，应该要教导严厉的指责，因为这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，就是一个瞎眼的带瞎眼的，领人进入了死亡。以弗所当地有很多的异端学说存在，有传统的偶像崇拜，也有犹太教背景的人高举犹太教文化来干扰了真理的教导。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我希望你留在以弗所，我在往马其顿的时候曾经这样吩咐过你。有些人在那里传不正确的教义，你必须命令他们停止，叫他们要放弃那些荒唐的传说和永长的族谱，因为这些东西只会引起争论，丝毫不能帮助了解上帝的计划。这计划是借着信心才能了解的。这命令的目的是为了要激发爱，这些爱是从纯洁的心、清白的良知和纯真的信心所产生的。有些人离弃了这些，迷失在虚无的谈论当中。他们想做上帝法律的导师，可是连自己所说的都不明白，连自己那么肯定的主张都不清楚。可惜很多时候，其实基督徒就是这样子，看重人情胜于真理，看重文化传统习惯胜于真理的规范。如同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的，他说，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一点，法律不是为好人制定的，而是为那一些不法、不受管束、不敬虔、犯罪、藐视宗教、贪恋世俗、弑父、杀母、谋杀、淫乱、青蓝色的、
拐骗、撒谎、作假见证、违反健全教义等一类的人而定的。这健全的教义是根据福音，就是那荣耀可称颂的上帝所交托或宣布的。真理绝非站在妥协的基础上面。如果唯有基督，就必须要回到唯独圣经。基督徒只有能够活在真理的规范之下，才算是真诚，否则的话就成了虚伪的信。诗篇第14篇，人的邪恶、狂傲、自言自语，没有上帝，他们都是腐败的，做了个厌恶的事，连一个行善的人也没有。上主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，要看看有明智的没有，有没有寻求上帝的人。可是人人偏离正道，个个同样的腐败，没有行善的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上主发问：作恶的人不明白吗？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？他们吞吃我的子民，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，然而要惊惶恐惧，因为上帝与人同在。邪恶人嘲笑穷苦人的计划，但上主要做他的避难所。愿以色列的拯救从西安来，那时上主要让他的子民重整家园。雅各的子孙要雀跃，以色列的人民要欢欣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愿意从心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让我们真心实意地追求真理，活出见证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